个台湾的高端疫苗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日发言讲坦白话咯，讲这个高端疫苗可能做袂了啊，还佫剩200多万剂无人要做，这后续要安怎处理，确实是伤脑筋。啊，这个第12轮的疫苗早起的10点开放注文第2剂 AZ， 有2种对象符合着资格。第一，7月30进前做过第1剂的18岁以上的民众。 第二，7月31到8月初6进前做过第1剂的45岁以上的民众。啊，讲这个第13轮会来开放透蓝注射，但是若是第12轮已经注文好势，佮放弃要来等透蓝注，后一轮恐惊注袂到哦，必须要等到第14轮，甚至佮较久了后才注会到。 一到10点，手机啊、电脑拢拍开，唔是要抢演唱会票，是要注文 AZ 疫苗。因为我7月30号打第1剂，然后今天可以抢第2剂，想要抢，对，就是怕说会塞车啊，然后抢不到。 敢有抢到，才开放较无5分钟，网络速度搁变慢，要等2-3分钟才有法度入去。毋过早前无像前一天开放莫德纳 BNT 遮尔严重，网络也无塞车。第12轮公费疫苗进入第2阶段注文，今仔日透早10点开放的 AZ 第2剂，7月30号已经注过第1剂18岁以上的人，搁有7月31到8月初6注文第1剂45岁以上的人，大约有75万5千人符合资格。就是会怕没有疫苗可以打，所以就是有的话就先打。会使自动先注，毕竟第13轮要开放蓝咧注。若是想要放弃注文好的 AZ 第2剂改 BNT， 就要等第14轮，甚至搁较久才注会到。民众想要注疫苗，毋过国产的高端疫苗，中央买500万剂高端疫苗，目前验收223万剂，注射量敢若大约136万剂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，高端最近确实较无人要注，想要关乎其他国家，毋过就烦恼会有认证的问题。 剩的200多万剂应该安怎处理？恐惊嘛，互人真伤脑筋。